各热逐年的元宵呢，各县市拢会举办灯会，也来看这新竹市今年的灯会，所予民众嫌歹看。除了这主灯无亲像蛇以外，也有民众讲其他的装置艺术看起来亲像是杜温啊同款。不过，也是有民众认为讲今年的灯会真有特色。这几只摇来摇去的物件，互人批评看袂出来到底是蛇也是杜温啊。新竹市今年的元宵灯会，伫市区内东门城附近打造6个无同主题装置艺术，有民众讲看甲不飒飒。是有创意，但是好像离主题有一点偏差，有点像蚯蚓。从正面啊，因为你看他的脸很像那种可爱的小鸡。对，那我觉得从侧面看就很像一个那个彩虹糖。针对主灯的造型，大家有无同款的意见，也有议员针对今年的灯会的预算提出质疑。主灯看起来就很不像蛇，然后就是感觉做的没有很认真，花了870万。那不仅被市民抨击啊，是整个丑到最新高点。那整个展区规模范围也缩小，主灯更是枯燥乏味、无趣不讨喜。市府办理过好年活动已连续多年，自去年开始便将灯会活动与元宵晚会结合办理。今年预算规模与往年整体预算金额差异不大。市府强调，灯会870万的费用，唔拿用伫制作灯区，还有包括元宵暗会活动，以及免费发予民众的环保高压灯，今仔开销甲过去差不多，只是水摆在人介意。这个装置艺术也意外引起外界讨论。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。